台中市北区的体育会伫11月30日办一场迷你马拉松的比赛哦，报名就送有牌子的牌仔，也毋过民众怨叹讲牌仔是仿的，伫现场卖外套嘛是仿的。主办单位是表示讲，这是厂商赞助的，毋是因故意要欺骗民众。 报名信息写着，总奖金高达76000块，还有精美运动上衣，还有知名品牌背包当做礼品。有民众就团报名了后，参加完路跑的活动，不过结束了后发现，摕到完赛的意思是仿冒品。500块、800块的报名费可以拿到3000块的包包，但是是因为有看到体育局挂主办，所以我们才敢报名。 而且一个拉一个，拉很多人。民众破完赛的品质，甲宣传都有差真大，现场还佫贩卖知名品牌外套。不过所卖的价少，只要市价1/3。这个活动所送的价卖，拢意思是假货。民众表示，11月30号举办的迷你马拉松的活动，由台中市北区体育会举办。不过看到台中市运动局嘛挂名共同主办，不过参加了后，感觉参像被骗。 市政府并非主办单位，主办单位是我们台中市的北区体育会。我们都是募款都是募款或者是找赞助那是赞助的，那厂商赞助的。台中市北区体育会表示，完赛日所送的牌仔是由赞助商为越南所带倒转来，而赞助商嘛表示，这个抢伫越南确实是帮知名品牌来做代工，因为有一批瑕疵品大约800个，因此带回国来免费赞助。那刚好。 放在那边也有一段时间了，然后看可不可以就我们当台湾当赠品啊活动来销掉这样子。想说这种送的应该是比较没有什么关系，所以没有那方面的概念呢。真的要讲清楚啊，比如说他们有2种颜色，或是有什么样的款式差别之类的。 赞助商表示，是毋是确实是仿冒品，还佫甲代理商来证实。李民众是认为，若是正品甲实际上有落差，应该清楚告知，避免互人有无好的感觉。记者台中综合报道。